打999可以求助，無奈你不是再次都傷害我，我到底竟慌什麼？為了分居只好請你來坐，誰料你竟挾持他當陪坐，如像一巴掌摑我。資料電腦雜誌舊信合照護照上有一個電腦欠你這麼多，叫他幫手也太絕吧，讓我欣賞他怎羞辱我。我最多話佢何，暫時就當不屬我，麻木去受你最後衝擊一趟破什麼？我見佢為情敵駁火，原來想懂罪我不必去躲。或者他好得必須要炫耀，無奈我的劫後餘生都配掉，寧願以後不見了。給你帶我喐我淚我害我話我問我一切事情已了結清楚，我只想禱告看命運還能想得出怎虧待我。我最多話佢何，暫時就當不屬我，麻木去受你最後衝擊一趟破什麼？我見佢為情敵駁火，原來想懂罪我不必去躲。我最多把佢學，暫時就當不屬我，麻木去受你最後衝擊一趟破什麼？清楚。